靈槍駝舞，限制投河。第二章鄰居的秘密。程理生站在貨倉外，點燃了一支煙，煙霧在夜空中繚繞，如同他此刻紛亂的思緒。張俊賢的死訊像一記重拳擊中了他，將他帶回了20多年前的元朗圍村。那時的元朗還沒有如今這麼多高樓大廈，村落間保留着濃厚的鄉土氣息。程家宅子坐落在一片青翠的農田旁，與張家僅一巷之隔，在那個沒有市區、石屎森林、冷漠的環境裏，孩子們通常只與同齡人玩耍，但張俊賢卻對年幼他16歲的程理生格外偏愛。阿生又睇書啊！記憶中35歲的張俊賢總是笑呵呵地走過程家門前，手裏拿着剛從市集買來的缽仔糕。嚟，俊賢哥請你食點心，咁用功將來肯定入到大學架啦。程理生自小聰敏機靈，那時才19歲，已經是村里公認的學業最好的孩子。村中老人常說，程家宅的風水好，元運撞上文昌星，一四同宮發科名之顯，注定要出讀書人。果然，他後來成為村內少數考上香港大學的學生，在那裏遇上了前世冤家林慕堅。當然，這是後話了。李生，你仲好唔好呀？林慕堅的聲音將他從回憶中拉回現實，他已經脫下了橡膠手套，正用消毒液仔細清潔雙手。程理生深吸一口煙，緩緩吐出：我只係諗緊老張嘅事，我哋曾經好親近，雖然呢啲年聯絡少咗，但我實在無法相信佢會自殺，更加唔會話用呢種方式。因為你嘅命理推算，林慕堅的語氣中帶着他慣有的理性與質疑。唔止係咁，程理生卡滅煙頭，我了解佢呢個人，嚟，我俾啲嘢你睇。他領住林慕堅走向自己的車，從後座取出平板電腦，呢度有老張多年前特意交俾我嘅八字及紫微斗數命盤，入面仲有佢嘅記錄同埋一啲生活記事。佢笑住話可以幫我提升術數功力，希望我能夠用呢啲嚟印證師父俾佢嘅批明。林慕堅驚訝地睜大眼睛，佢預感自己會遭遇不測。喺某種程度上係嘅。程理生打開資料夾內檔案，老張相信命理之說。記得我20歲嗰年，佢特登帶我去廟街睇相批命，話要俾我揾個好師傅。回憶如潮水般湧來，廟街那晚燈火通明，人聲鼎沸。張俊賢領著年輕的程理生穿梭在各個算命攤位之間，最終停在一位號稱神算陳的師傅面前。呢個細路仔聰明，將來際遇都唔一般。神算陳看着程理生的面上說道：不過性情太過執着，恐將來會為此帶來困擾。之後，程理生的輕佻隨性，看似灑脫，模樣是刻意地訓練作出來的。他信命，但也信人定勝天，這點助手堅是最了解不過了。當時張俊賢就聽得津津有味，還當場付錢拜師，帶住程理生跟隨那位術數名師學藝。可惜師傅太藏私，學費又貴。1年後，兩人決定買書自學。張俊賢選擇了子平八字，程理生則集中研究紫微斗數，兩人還常常比拼誰的推算更準確。有趣嘅係，唔理用邊種術數推算，結果都顯示老張容易犯水險。程理生翻出一張精心繪製的命盤圖，你睇呢度，佢嘅命宮遷移宮有鈴星、文昌、陀羅、武曲四煞匯聚，形成鈴昌陀武格，古缺運。鈴昌陀武限制投河，呢個係紫微斗數入面最兇險嘅水厄格局之一。林慕堅雖然對命理持懷疑態度，但還是認真地看住命盤圖，所以佢好驚水，極度警惕。程理生點頭，佢從來唔游水，大雨天盡量唔出門，連沖涼都用淋浴，從來唔浸浴。記得我哋去旅行玩嗰陣，有陸路就絕對唔會揀水路，寧願行大遠路，坐車過橋。佢睇過一出戲，話說嚴刑逼供最有效嘅方法係用水刑同埋火刑，咁樣一個人點會揀火焚呢種殘忍方式結束生命呢？人會變㗎，李生。林慕堅輕聲道：佢後來改變習慣咗咩？程理生搖搖頭，繼續翻動檔案中的文件，再睇佢嘅財帛宮化權，呢個表示佢理財策略唔會太冒進。老張成日話自己冇偏財運，所以好少賭錢，佢嘅財富都係踏踏實實咁做貿易生意累積翻嚟嘅。
他停頓咗一下，指着一頁記錄。上次我哋見面大約係5年前，喺一個朋友嘅婚宴度。嗰陣佢話俾我知，生意尚算穩定，唔受外圍經濟影響。佢仲話啱啱喪妻，有打算續弦。程理生的聲音忽然停住，眼神聚焦在命盤上的某個部位。等等，佢嘅夫妻宮有破軍擎羊，呢個大運確實警示咗桃花煞。難道咩呀？林慕堅追問。上次同老張電話傾偈嗰陣，提過識咗一個細佢10幾歲嘅女仔，姓黃。佢話依次可能係真愛，但對方已經有家室。程理生眉頭緊鎖，我嗰陣忽略咗，冇提醒佢下一段感情可能會帶來麻煩。如果我作出指點同埋干預佢嘅人生之後，結局能唔能夠一樣呢？林慕堅若有所思，所以遺書入面提到嗰個女友可能就係呢位黃美琳。你話死者唔會因為欠債自殺，但如果係為情所困呢？程理生堅定地搖頭，唔似老張嘅作風。佢雖然重感情，但處事沉實有理性。自創業之後，注三更加成熟穩重。我就笑住改口叫佢老張。記得佢講過：錢財身外物，情愛隨緣分，唯有性命最珍貴。咁樣一個人唔會為任何事輕生。他合上檔案夾，語氣堅決：阿堅，我需要深入調查老張嘅生活，特別係最近幾個月嘅情況。佢嘅死絕對唔係表面睇落咁簡單。林慕堅嘆有氣：我知勸唔到你，但答應我唔好太依賴啲命理推算，好唔好？我哋需要實實在在嘅證據。命理只係一個方向，最終當然要靠證據講嘢。程理生望向遠處忙碌的警方調查人員，但你有冇諗過，點解老張偏偏留低呢啲檔案俾我？佢係咪早已經預感會有人對佢嘅命盤做手腳？林慕堅沒有回答，但他的眼神顯示他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可能性。程理生拿出手機撥通了陳隊長的電話。陳隊，我需要張俊賢最近半年嘅通話記錄同埋銀行流水。對，我知依樣唔合規矩，但呢件事關乎真相，謝謝你。掛斷電話後，程理生對林慕堅說：我哋聽朝一早就去老張嘅公司睇下，同時我想會一會嗰位黃美琳女士。你認為佢同呢件事有關？